落雪真係好靚啊，雖然有啲凍。你喺電視前面做咩啊？香港根本唔會落雪，你唔好有咁多幻想啦。香港真係唔會落雪嘅咩？緊急通知，受強烈不穩定氣流影響，將軍澳地區現正受到強對流天氣襲擊，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冰雹，請市民留喺安全嘅地方暫避。受冰雹，咁咪真係雪？唔通話越話成真咗？香港落雪啦！咦？呢啲就係雪啦？點解咁大粒嘅？呢啲唔係雪，係冰雹啊！佢哋唔同㗎。快啲去安全嘅地方暫避啦！想知道香港點解冇雪？我哋先要知道雪係點形成嘅。雪嘅出生地好高，嗰度嘅氣溫必須係攝氏0度以下。當雲嘅水蒸氣遇到好凍嘅空氣，佢哋唔會成為水滴，而係成為細小嘅冰晶。當呢啲小嘅冰晶互相碰撞，會形成好靚嘅六角形雪花啦。咁點解香港冇嘅？喺香港，地面嘅氣溫通常都喺攝氏10至20度，雪花落到一半，未掂到你嘅頭，都已經熱到溶咗變成雨水啦。所以要喺香港見到雪，除非我知啊，除非香港低過0度，仲要落緊雨。咁冰雹呢？唔通佢唔怕熱咩？冰雹就係運動結晶嚟㗎，佢係一個好強大嘅積雨雲入邊連成㗎。想像一下，雲裡面有一座好強勁嘅抽風機，當水滴被抽到高空，凍到凝結成冰粒，每一次向上噴就會爆層新嘅冰，好似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，越結實。到呢一塊冰塊重到連風都吹唔起嘅時候，就會好似炸彈一樣跌落嚟。因為佢又大又硬，跌落嚟嘅速度好快，即使係香港地面好熱，佢都趕唔切融化就跌落地下。呢個就係冰雹啦。JT 天氣小知識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同學，別忘記到 Google Classroom 完成問答，獲取積分。